我来关心到最近这早冬潮啊，正咧收成。伫咧嘉义新港的月美社区，民众就反映讲，这附近的米甲暗时啊机器咧芳的声音，还有加密造成的音压，拢影响到因的生活，已经几若冬啊。嘉义县的环保局就表示讲，因会要求业者赶紧改善。下米产生的腐伫米甲工厂的外口四界拢看会到。居民讲，即间米甲有时阵会甲后壁的窗仔拢拍开，下米的切仔腐就拢飞入来社区内底。落切仔烟啦，啥物拢安尼飞甲安尼一四界啊！啊，衫若披伫外口，迄清气拢嘛痒到要死啊！平常时咱伫呼吸迄个空气，拢嘛已经拢过敏啊！伫遮爱透东风，才会吹位阮遐去对吧？啊，是安怎真无透东风，阮遐就会影响，表示足严重的啦。在切仔车驶入去米甲的工厂内底，准备要来下米。嘉义县新港月白社区附近这间米甲，互民众怨叹下米的烟尘影响到附近社区的空气甲生活。居民表示，因嘛向业者反映，但是拢无改善，已经想无办法。才会真情希望相关单位来重视。这个切仔腐，你若用着碰着皮肤吼、皮肤啊，真侪民众吼因为安尼过敏啊，所以我这边嘛要求环保局来稽查，啊嘛希望讲这个厂商会当尽速来改善。目前我们已经也要求说，它可能容易造成粉尘逸散的部分来进行限期改善，然后后续我们也会针对它限期改善的情况，然后再去做确认。如果说还是有明显的逸散或是污染到附近的居民的话，我们会用空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来进行做处理。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即马是早冬收成时间，已经有针对县内的米甲业者来做宣导甲巡查，希望减少切仔腐这种季节性才会产生的污染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